什么？皇上罢朝了？是啊，太皇太后，已经3日了。自从皇上亲政以来，还从未如此荒废过朝政。这3日，皇上不仅不上朝，还把自己关在乾清宫中，谁也不许进去，谁也不肯见。想不到，哀家最担心之事，还是发生了。玄烨，咱们祖孙2人有3天没见了，你还好吗？皇上，能不能开开门，咱们祖孙俩说说话？既然你不开门，那就隔着门说2句，可以吗？玄烨呀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让祖母不得不想起你那皇爷爷。记得那是崇德6年9月13日，你皇爷爷镇守嵩山呢，指挥8旗子弟浴血奋战呢。不料忽得听闻，哀家的姐姐海兰珠病倒了，她竟然不顾一切，要返京。这一路上不休不眠呐，真是日夜兼程啊！终于在第5日，他终于赶到了京城，可是却没有见到海兰珠。他心情大痛啊，又是不食不眠呐，昏迷不醒啊。虽然被太医救起，可是他言语混乱，形同疯癫。就这样，不久抛下了祖母和你那可怜的6岁的阿玛一走了之。你听得明白？玄烨啊，那还是大清初定的时候，朝野上下呀是危急四伏。祖母啊，为了你的皇阿玛，为了大清朝，我耗尽了我的全力，好不容易把你的皇阿玛养大成人，又扶上了龙椅，可是他又像你的皇爷爷，为了一个董鄂妃，一言难尽呐。祖母说不下去了，他仅仅24岁呀，又抛下了祖母和不到8岁的你一走了之。皇祖母
青年丧父，中年丧子。你说我苦不苦啊？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满腔热忱的。为了你，为了大清朝，我用心把你养大。雪姨呀，你已经亲政了，这龙椅已经坐稳了。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步他们的后尘呢？皇祖母知道，爱新觉罗家族的男人们是有情有义，可是太痴情了。你要知道，你是一国之君呐！你要为你的臣民，为了你的大清朝去着想啊，皇上。你如今连个子嗣都没有，难道从今往后，我们祖孙两个让后人去唾骂我们作为千秋罪人吗？皇上，请开门吧，皇上，皇上，雪姨。这水源虽然不大，却是皇家赤节。这条河与外河相连，抓住孙福之后，我们连夜从这条水路走。就算他们最后发现知府不见了，全城戒严，我们已经离开元州了。一欢，别玩了，准备好船只，在指定地点接应我们，中途切莫离开。知道啦，啰里吧嗦的。主持，
施主，帮帮我吧！施主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主持，我和夫君省亲途经元州，没想到夫君突然染上恶疾，就这么去了。阿弥陀佛，主持，您就帮帮我吧。看你如此年少就经历这等不幸之事，实在令人同情。好吧，毗尼就为你的亡夫做场法事，超度亡灵，让他能魂归故里吧。主持，谢谢你，谢谢主持。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主持帮忙，为了给夫君治病，我身上的银元全都花光了，不能去住客栈了。主持，您就收容我几天吧，带我的家人来把夫君的灵柩带走。到时候我一定会给安里多捐功德。这水月庵多年来一直深得知府夫人看顾，3天后他要来此上香许愿，到时安里会谢绝一切香客。若是他看见你们在此，恐怕多有不便呢。主持，我已经给家里发了急报，他们一定会赶过来，一定会在知府大人、知府夫人上香之前把我们接走的。主持，您就帮帮我吧。主持，您就帮帮我吧。主持，我求求你了。快请起，我父慈悲，毗尼就做主收容你3日吧。快请起。谢谢主持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叶师弟不愧是咱们的军师，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都进行得很好。还是大师兄的逼气功厉害，那主持1连2日为你做法事，都没有丝毫的察觉。明日啊，孙福的夫人就会来上香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对了，易欢接应的船只没问题吧？应该安排好了吧？他说没问题，应该没问题。小师妹虽然平时贪玩，但还是分得了轻重的，会安排好的。我亲自带他踩过点，亲自安排好船只，再三嘱咐过他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这个臭猪哥哥把我一个人扔在这。孙福还没抓到呢，就让我看着这船，这船难道会跑啊？真是，元州有什么好吃的呢？怎么一提吃的我肚子就饿呀？不行不行，猪哥哥再三叮嘱我了，我必须要看好这个船。我还是在这儿老老实实守着吧，免得到时候有怨我。船家，船家，啊！送我去元州城的春风院。对不起啊，我这船不送客。哇，好大一锭银子啊！可是猪哥哥吩咐过，千万要守在这里，不能离开。那这个钱我是挣还是不挣呢？现在送不送？是他，他怎么会乔装改扮到这里来呢？难道是鳌拜又在搞什么阴谋？猪哥哥他们明天才会动手劫走孙福，我且先送送这个车夫，说不定能打探到什么重要情报。到时候师傅和师兄师姐们就不敢小瞧我了。
还愣着干嘛？哟，这人的功夫在我之上，我得当心点。客官，您说的春风院在什么地方啊？顺着河一直走，到了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好嘞。元州城里鼎鼎大名的春风院都不知道，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子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小子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春风院。啊，官人这边请。走，慢走啊！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妓院啊！京城里有那么多更好更大的妓院，这鳌拜的车夫不会千里迢迢来到元州就是为了嫖妓吧？肯定不是为了嫖妓，我得跟着看看去。妈妈，生意可好啊？托中堂大人的福。哇，真美啊！这一定是哪个头牌姑娘的房间吧？这么多的东西。这些东西都是银的哎！没找到那个车夫，那我就打包这些东西也不错。官人请，官人这边请。中堂大人最近可好？一切安好，有劳妈妈费心了。官人这边请。好。官人请。妈妈，中堂大人交代您的事情，办得如何呀？哎呀，官人放心，这中堂大人交代的事情，自然是我春风院的头等大事。只不过中堂大人这次挑中的2位美人，虽然长相不错，但是资质却欠佳。想要把她们调教的琴棋歌舞精通，还要精通男女情趣之事，恐怕还需要多些时日。什么美人啊？还要琴棋书画皆通，还要懂得男女情趣之事？难道鳌拜想替自己讨小老婆？来不及了，离最后一批秀女进宫的时间不多了。待我办完这桩事，就送他们进京。哦，鳌拜不是给自己讨小老婆呀，是在帮康熙那个小皇帝调教小老婆呀。这个鳌拜一边给皇帝下毒，一边给皇帝挑选美女，还真是软硬兼施啊。这地方不能久待，我得赶紧离开，
去船上等诸葛和他们。元州知府穆泰大人与我明晚相见，就在你的春风院，还请妈妈提前安排一下。官人放心，奴家一定安排妥当。有劳妈妈了。知府大人，穆泰，不就是我们要绑的孙福吗？是你？不是我。你假扮船夫跟着我，又来偷听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饶命！你先松开我！说。我说，这小的就是一个跑船的，我这送客官来这儿，这春风院我也不知道这春风院是哪儿，我这一来才发现，春风院是个妓院，我就想小的我这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啊，我就进来，但小的穿的这身吧也不是熟客，没什么人招待小的。小的就在这2楼瞎晃悠，这晃悠着，就看见屋里有好多金银酒器，我就想伸手拿几件，结果小的错了，这小的再也不敢了。你只是为了偷东西，没有别的企图？小的糊涂，都是小的一时糊涂，这偷的东西都在这儿呢，您看看，都在这儿。果然是我院里的东西。客官，小的真是一时糊涂，偷的这些都给您了。还有，之前客官赏给小的，这一并还给您吧。哎呀，您就饶了小的这一命吧。小的家里还有5旬的老母，还有7旬的祖母呢。您就看在小的这么不容易的份上，您就放了小的吧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小的就先走了啊！客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身上真的什么都给您了，您不信您搜，但您千万别带我去见官啊！带你个小毛贼去见官，我没那个闲心。不过，你一个小小跑船的，居然会武功？我这跑船的平时跟我这帮船帮兄弟都会练点，但我这3脚猫的功夫，这不一碰见您这武林高手，我不就不堪一击了吗？妈妈怎么看呢？一个穷跑船的，教训一顿就放了？他可不是什么穷跑船的穷小子，这丫头鬼着呢。丫头？哼，您没看出来呀？这是个姑娘，还是个厨呢，敢来我春风院偷东西，你胆够肥的呀！来人，把这女贼给我抓起来！走！干什么呀？进去！干什么呀？放我出去！救命！救命不行，我必须得出去。天一亮，诸葛和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。万一他们抓了孙福，来到河边，却发现我和船都不见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要是看到我连这么简单的铜手都打不开，肯定会骂我这个没出息的徒儿给您丢脸了吧？只怕不仅仅是把您的脸给丢了，搞不好我把自己的小命也给丢了。叶师弟，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易容成他们的样子，
还真是有点困难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想孙福那个鳖孙也不会对手下的人个个都那么熟悉吧？8分像的话，还没问题。能不能生儿子，那都是命，不能强求。说的倒是轻巧。老爷要是不喜欢儿子，为什么3年之间纳了3房妾室？夫人何必在意？那他们不也都生的是女儿吗？要是那几个小狐狸精比我先生出儿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夫人，菩萨面前不能口出恶言呐。哎，罪过罪过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夫人，请给菩萨上香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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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呐！来人！大人何事？何事？这里有诈，快扶夫人出去！快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不过想请知府大人跟我们走一趟，或者我们应该称呼您孙福孙将军。是什么人？这个呀，是我家人给安里捐的功德，望您收下。阿弥陀佛。对了，主持，我刚刚看到知府夫人的轿子已经到了，还请您帮我从偏门引开，不要冲撞到夫人啊。大人已经到了，我今天怎么睡得这么迟啊？你们快随我从偏门出去，这样就不会撞上他们了。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没资格提问，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李思兴将军现在何处？是死是活？我不认识什么李思兴将军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再敢说半个不字，我要你的命！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孙福，
你以为你改了个满族名字阿克塞纳穆泰，我们就认不出你了吗？我真的不是知府大人，我只是他的替身。替身？如果真的孙福去了，那默笙和倩影不就危险了？大人，怎么样？他们两个有消息了吗？父亲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他们两个人，可能是偷懒去了。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其他人收好了，跟我进去。放肆！佛门清修之地，岂容你们在这儿胡闹？退下！大人，小的们不是担心您和夫人的安全吗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备轿。是。抓起来！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想要本官的性命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夫人现在何处？如果老实交代的话，本官或许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；如若不然，哈哈哈！弓箭手，慢着！老爷，快放了我夫人！若我夫人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要了你们全部人的命！孙福。想不到你一个贪生怕死、卖主求荣的人，对你自己的女人，倒还算有点情义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孙福，李嗣兴将军到底身在何处？是死是活？没想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余孽还在兴风作浪。李嗣兴将军到底在哪儿？就你们几个毛头小子，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你让你的弓箭手退下，放了我的朋友，我就放了你的夫人。2换2，除了我夫人，还有我那替身一并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走。走。弓箭手，言而无信，卑鄙！那些遗老遗臣们没有教过你们吗？现在没有什么君子了，只有成者亡，败者寇。给我放箭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小心！进城！剑上喂了毒，必须马上把它吸出来，否则会危及性命。忍着点。不，大师兄，万一你唇舌间有伤口，也会中毒的。你是大明的太子，身份尊贵，不能让你为我冒险。
还是让他们去找解药吧。别说了。大师兄小心！你们就在这儿候着吧，我上去等人。这。奇怪了，老大怎么还不来啊？他应该不是言而无信之人啊。都开了1天锁了，我这手指头都快磨破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观世音菩萨、如来佛祖、菩提老祖，你们都显显灵啊！快点让我把这把锁打开呀！终于打开了！刘大哥，请您帮小弟在中堂面前多多美言2句。小弟早已跟钱明余孽划清界限，一心忠于大清，忠于中堂大人。钱明余孽呢，居然暗中派人来刺杀你，足以见得你早已和钱明余孽势不两立。是。那在下就回京复命。好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告辞。就。哦，难道这个一脸奴才相的人就是孙福？可他现在不是应该被朱哥哥他们绑了吗？难道朱哥哥他们失手了？知府大人，您可许久未来我这春风院了，姑娘们可都惦记着大人呢。妈妈帮我找一个厨。这怎么不舍得呀？哎呀，不是。妈妈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县官不如县管，这春风院毕竟还属于我的地界呢。好吧，不过这丫头她性子野，我得先找她说道说道，以免冲撞了大人。快带我去看看呐！好，这老鸨说的性子野的姑娘不是我吧？那我得赶紧离开。不对，既然朱哥哥他们已经失手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将功补过呢？对，我得回去。
丫头，你长得这么俊，我怎么舍得把你送官呢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哦，还有你偷的那把银壶，我送给你。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只要你看上眼的，妈妈我通通都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妈妈，您这是哄我呢？哎呦，妈妈我可是言出必行。不过呀，我要是放了你，那你是不是也要替我做件事情？什么事啊？你去陪知府大人一夜，只要你把知府大人陪开心了，那你偷东西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了。还有我许诺给你的这些东西，通通都送给你。但是妈妈，哎呀，像你这么年轻，又生得这么花容月貌的，难道你真的要坐大牢啊？丫头，你是聪明人，要怎么做还用我说吗？可是人家还没出阁呢，所以才让你陪知府大人呀。哎呀，其实女人呐，早晚是有这么一天，是要清白还是要自由，你自己选一个。就一个晚上，就一个晚上。那我还是选择自由吧。不过妈妈，您承诺过我的那些东西可不能食言啊！哎呦，您放心，妈妈我是讲信用、讲原则的。快，给姑娘梳洗打扮，快！姑娘，请吧。各位兄台，好久不见呐，是十分开心呐。来，咱们干了这最后一杯。表哥，你喝几杯啊？都是个菜大人请。好。快，见过大人。知府大人。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是妈妈说的，说您是知府大人，让我好好伺候您。哦，这个，哎呦，果然是个厨啊！啊，走吧，好好伺候啊。不错。知府大人，那个妈妈跟我说啊，您今天遇到刺客了，让我给您倒几杯酒压压惊。好。谁呀？这吃了豹子胆了，敢行刺您啊？就几个无名小卒，不足为惧。哦，那抓住了吗？可惜啊，让他们跑掉了。哎，不提那些事儿了。今天晚上，你可得好好的陪我找找乐子。是啊，今天晚上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尽情的喝酒。好。不过这酒怎么跟我往常喝的不大一样啊？嗨，这个酒是我专门为了让大人您压惊准备的酒啊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香，就和美人身上的味道一样香。哎，大人，咱俩玩骰子吧。好，来。我先来。好，你先来。您输了，大人，您输了。来，满上。您输啊！这杯酒您得全喝了。好。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这个小妖精！再来！小翠儿，来呀，来呀！找你。输了的话呢，你还得再喝一杯。这每次为什么都是我输啊？可能我今天运气好吧。来，大人喝。让我休息一下。哎，再喝点吧。休息。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。哎呀，跟我玩骰子，从
从小到大，明珠谷就没人玩得过我，跟我玩，哼！天哪，这人跟个死猪似的，怎么抬啊？不行，外面都是他的侍卫兵，怎么办啊？有了！袁州城大大小小的饭店、酒楼、客栈都找遍了，易欢到底去哪儿了？一开始我还怪他没有在河边接应我们，现在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。哎，你们看，是易欢的暗号。大师兄，小师妹说她在春风院，可这春风院是什么地方啊？春风院听着像是妓院的名字，可是欢妹怎么会在妓院呢？哎，你们看，小师妹说她在妓院里捉到了孙福，让咱们赶紧去接应。朱哥哥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慢点啊，樊姐姐。这个人就是孙福。不过你们放心吧，我已经把他灌得不省人事了。果然是他，这个老狐狸。欢妹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哎呦，我这是迫不得已嘛。朱哥哥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若不是你擅自行动，划走了接应的船，我们怎么会落入孙福的包围圈？倾城为了救我，还受了重伤。徐姐姐怎么了？严重吗？已经服下解药，没什么大碍了。只需要运功几个时辰，就能排出余毒。事情败露以后，孙福下令全城搜捕我们不能回原来的客栈。还好叶师弟计划周密，事先准备了一处民居，让我们暂时有了安身避祸之处。倾城也有地方可以养伤。大师兄，其实这次任务行动失败，也不能全怪小师妹没在指定的地点接应我们，主要还是这个老东西太老奸巨猾了，而且咱们过于轻敌了，对吧？算了，你能抓到孙福，也算是将功折罪了。只是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孙福的人，我们要想一个办法，把孙福给运出去。我知道，老办法。龙少爷，酒楼就要打烊了，我看您等的朋友不会再来了吧？不如我们先回府吧，要不太夫人知道了，又要怪罪奴才了。春哥哥，这太逗了，你怎么？别闹了，办正事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不管你叫朱哥哥了，应该叫你朱小妹？别闹了，朱小妹，走了。